喺正正1年之後，你就會一共運行咗5億8400萬里，準確咁返去開始旅程嘅起點。經過咗365日，地球上邊所有人都會完成呢個壯觀旅程，圍繞咗太陽一圈。由於地球環繞太陽公轉嘅運行軌道，加上地球自轉同埋地軸嘅傾斜，地球嘅運行帶嚟極端氣候。見唔見啊？成間屋散晒啊！佢會產生一啲奇怪嘅現象，同埋推動地球唔同嘅氣候。地球同太陽之間嘅關係規限住我哋嘅地球，佢改變咗人類歷史進程，亦都係生命故事展開嘅源頭。但係喺北極嘅現象就顯示事情唔係好似想象中咁簡單。而有呢個現象係因為45億年前，而撞擊造成嘅碎片，最後形成咗我哋嘅月球。地球僥倖保存，但係呢個撞擊就將佢永遠改變。西亞將地球撞到傾斜，地球從此繞住一條傾斜咗23度嘅地軸自轉。而傾斜咗23度，即係話當地球環繞太陽運行，唔同部分嘅日照量就會有唔同長短。喺6月同7月，由於地球傾斜，令到北半球嗰邊會指向太陽，即係夏天。而南半球嗰邊就啱啱相反，南半球嘅日照時間會好少，亦即係話係南半球嘅地軸傾斜，並唔係只係對南北極造成重大影響。喺兩極中間嘅地區，全年嘅白晝長度亦因為傾斜以致不斷變化。傾斜帶嚟春季、夏季、冬季同秋季，冇傾斜就冇季節轉變。當季節喺地球表面上下轉移嘅時候，經常會為我哋帶嚟一啲奇觀，由龍捲風走廊嘅猛烈風暴。我哋見到嘅係一個好猛烈嘅旋風，紫色呢度表示有時速150里嘅風吹向雷達，以至冬天結冰嘅河流喺春天急劇解凍。呢種情景我睇咗62年啊！跟住水位就會高漲，然後河入面就會浮滿冰塊，最後結果一定係河水泛濫。由北極動物嘅大規模遷徙，以至印度次大陸嘅季風。呢啲雨水就係過去嗰幾日，由於天氣酷熱而喺海洋蒸發，升咗上天空，跟住被帶到內陸，而家就降翻落我身上。所有呢啲現象都係地軸傾斜23度直接造成嘅結果。今日係3月20日，有好多人由各個地方嚟到墨西哥馬雅古城嘅奇琴伊察，佢哋係嚟觀看一個同地軸傾斜有緊密關聯嘅現象。
好明顯可以見到呢個1200年前建造嘅庫庫爾坎金字塔，就係為咗捕捉呢件大事。好輕易就可以睇得出呢座神廟嘅建造係同年有關。金字塔嘅四邊係代表一年嘅4個季節，每邊有91級樓梯。四邊嘅樓梯加上塔頂嘅一層，就啱啱好係365級，代表一年365日。神廟並唔單止係古代嘅石頭日曆，佢亦都記錄咗至日，即係一年最短同最長嘅白晝，係地軸相對太陽處於最傾斜嘅狀況。除咗咁，佢仲記錄咗一年入邊嘅春分同秋分。喺呢一刻，地軸相對太陽係完全冇傾斜。今日係春分嘅日子，係一個日夜長度一樣嘅晝夜平分點。人群喺奇琴伊察聚集，係為咗睇神奇嘅變化。呢種變化只會喺晝夜平分日喺呢度發生。當下午嘅太陽對準金字塔嘅時候，就會將陰影投射到梯級邊緣，陰影不斷伸延，最後就會好明顯咁變成喺樓梯底部嘅蛇頭同埋蛇身。佢就係庫庫爾坎，亦即係蛇神。根據記載，佢係瑪雅太陽神嘅使者。古代嘅瑪雅人發現咗晝夜平分點係一年之中嘅重要時刻，對於季節變化亦都完全了解，至可以建造神廟捕捉住呢一刻。但係佢哋唔知點解會咁重要，佢哋唔知道地球軌道喺呢一刻地軸嘅傾斜完全發揮唔到作用，因為喺呢一刻地軸同太陽啱啱好成為直角，南北兩極都冇指向太陽。所以喺地球上邊每個地方嘅晝夜都係平分嘅。由呢日開始，地軸傾斜23度嘅狀況又再重新出現。當北半球向住太陽嘅傾斜度增加，白晝會變長同變暖，好自然咁呢一個轉捩點喺傳統上就被標誌係重生嘅時候。由異教徒嘅巨石陣黎明祭典，以至北愛爾蘭嘅焚燒柳條日，同埋喺西班牙阿倫西亞嘅法雅節慶典。當北半球向住太陽嘅傾斜度繼續增加，接收到嘅額外光同熱，對於動植物有重大影響。春天嘅白晝變得更加長，刺激到生殖激素，引發起繁殖週期。比較強烈嘅陽光亦都刺激樹木同植物嘅生長。當地軸更加傾斜，綠色就會向北伸延。冬天令到極北地區被冰雪覆蓋。但係而家冰雪就會縮翻去北極圈，春天即將以戲劇化嘅方式來臨。呢條係黑伊河，佢流經加拿大北部，整條河延綿數百里。河口就喺大蘆湖嘅湖邊。而呢度亦係黑伊河鎮嘅所在地。每年冬天，大蘆湖同黑伊河都會被冰雪覆蓋。但係到咗春天，地軸傾斜令太陽向北移，結咗冰嘅河開始融化。喺黑伊河鎮前鎮長麥拜恩嘅大半生人之中，
佢每年都會目睹呢個一年一度嘅盛事。呢種情景我已經睇咗62年，跟住水位就會高漲，然後河入面浮滿冰塊，最後結果一定係河水泛濫。會發生泛濫係因為河水由溫暖嘅南方流向寒冷嘅北方，而大蘆湖入邊嘅湖水仍然結咗冰。當溶解咗嘅冰塊隨住水流由上流飄到嚟，就會堵塞河道，令到河水越過河岸流入城鎮，造成泛濫。而最麻煩係冇人知道泛濫係咪會發生，所以納夫齊格嚟呢度協助居民解決黑伊河喺春天唔穩定嘅問題。我哋要做嘅係盡我哋嘅能力，幫助黑伊河鎮嘅人預測泛濫嘅程度同埋幾時會發生。納夫齊格嘅隊伍係利用慢速拍攝嘅方法監察住河流冰塊嘅溶解。佢哋對於位於河流上游30里嘅一個瀑布感到特別有興趣。當啲冰塊開始由條河流過呢個瀑布，就即係話俾我哋聽，河流入邊嘅冰已經開始溶。城鎮嘅人係時候要開始做防洪工作。今年當瀑布融雪之後，城鎮絲毫無損。納夫齊格希望佢同隊伍所收集到嘅數據可以幫助將來準確咁預測到幾時會泛濫。但係咁係需要更多嘅數據同時間，因為佢而家面對嘅呢種狀況係有45億年歷史，而喺當時造成呢個現象，就係因為地軸傾斜咗23度。喺出年情況可能會更加弊，啲冰可能會有2尺厚，水位更高，到時納夫齊格會嚟同我哋一齊對抗泛濫。當春天逐漸轉移到夏天，地軸傾斜開始令到北極地帶解凍。喺黑伊河上方，啲馴鹿開始移動，佢哋跟隨太陽向北，去到啱啱融雪嘅凍原。懷孕嘅雌性鹿會最早到達，然後產下小鹿。2-3星期內，鹿群會陸續到達。由於北極嘅夏天係連綿不絕嘅白晝，所以鹿群可以盡量進食，令身體增肥。喺另一邊嘅南半球，相反嘅季節轉變正在進行。由於地軸傾斜，令到南半球同太陽嘅距離開始越嚟越遠，溫度急速下降，白晝亦都變短。喺南極嘅嚴冬，亦有品種會利用呢種氣候。而家喺南半球呢度，白晝變得又短又凍，正正係皇帝企鵝交配嘅最佳季節。因為而家嘅海冰終於都夠堅硬，可以支撐到大量企鵝喺呢度繁殖，亦都為幼企鵝提供咗比較安全嘅地方。全世界各個地方，大自然對地球同太陽不斷變化嘅關係，亦會趁住地軸傾斜影響較大或者較細嘅時候作出回應。當北半球嘅春天結束，夏天來臨，陽光令地球變暖，產生咗上升嘅暖氣流。而呢種暖氣流係滑翔傘飛行員最喜愛嘅。終於都飛得夠高啦！等我睇下而家嘅高度係幾多先啊？係喺海拔2300米，睇下可以飛到幾高啦！滑翔傘冠軍雷曼納並唔只係一個普通嘅飛行員，佢仲係個氣象學家，所以佢比大多數人更加了解大氣層。雷曼納最擅長就係駕馭而家喺佢身下邊嘅落基山脈所形成嘅複雜氣流。
而喺呢個季節，佢更加可以利用陽光造成嘅暖氣流獲得飛行動力。當太陽將地面曬熱咗，咁樣地面嘅溫度亦都會令空氣變熱，形成向上升嘅暖氣流。暖氣流係一股我哋肉眼睇唔到嘅氣流，但佢係向上升嘅，有時時速會達到每分鐘幾百尺。雷曼納而家係利用緊大氣物理學嘅基本理論，熱空氣向上升。當空氣變暖，就會膨脹同埋變得稀薄。當佢上升嘅時候，就會形成向上升嘅氣流。所以依靠太陽造成嘅氣流螺旋上升，呢種感覺係會好震撼嘅。暖氣流嘅作用當然唔單止令滑翔傘飛行員開心，上升嘅暖氣流最終都會喺高空上邊同冷空氣相遇。上升嘅暖氣流一般都係帶住水氣嘅。當佢哋遇到高空嘅冷空氣，暖氣流入邊嘅水氣就會變成大量水滴，咁就形成雲朵。呢個基本過程喺地球上邊好多重大天氣現象形成嘅核心。由於地球嘅地軸傾斜，所以增加咗暖氣流上升嘅強度，尤其係當佢改變季節嘅時候。每年春天，美國中西部嘅周圍地區會有一個地區性現象，以戲劇化方式顯示上升嘅暖氣流。春天會將南方嘅濕暖空氣帶到嚟呢度，形成地球上其中一種最猛烈天氣現象嘅理想產生條件。因為咁，中西部呢啲地區被稱為龍捲風走廊。2011年被認為係有史以嚟最惡劣嘅龍捲風季節之一，所造成嘅破壞之大係歷來罕見。見唔見啊？成間屋散晒啊！唔係啊吧？犀利啊！喺密蘇里嘅喬普林，一條由龍捲風造成嘅破壞痕跡有6里闊，導致超過160人死亡。咁未算可怕，龍捲風最可怕嘅地方係，雖然有好多人知道關於龍捲風各方面嘅科學原理，但係要準確預測，喺目前仍然係一件遙不可及嘅事。沃爾曼係一個大氣科學家，佢同佢嘅隊伍係來自科羅拉多嘅惡劣天氣研究中心。而家正研究緊雷暴點樣產生龍捲風。龍捲風極之依賴每年春天嘅季節轉變，佢哋需要喺地面嘅夏天條件有好多暖濕嘅空氣，為雷暴提供足夠能量，同時又需要冬天嘅急流。佢哋需要強烈嘅急流，呢種急流係由熱帶溫度同仍然寒冷嘅北極之間嘅差異形成。佢哋需要呢啲條件結合。呢種情況只有春天轉季嘅時候先至有。我哋仍然係研究緊最關鍵嗰一點，就係風暴究竟係點樣形成龍捲風嘅。有3/4嘅機會唔會形成，但係有1/4會。仲有就係我哋好難預測到邊啲風暴最後會形成龍捲風，同埋幾時形成龍捲風，仲有係邊啲會形成最猛烈嘅龍捲風。為咗找尋呢啲問題嘅答案，沃爾曼同佢嘅隊員要喺龍捲風季節入邊盡量記錄多啲龍捲風嘅數據。為咗追蹤發展中嘅風暴，佢哋使用多普勒雷達。呢種雷達可以顯示雷暴入邊嘅情況，為佢哋提供重要資料，亦即係引發龍捲風嘅必要條件。多普勒雷達
係可以發射一啲微波，直接穿過龍捲風，同埋製圖顯示邊度降雨，啲雨有幾大，風幾時會變得猛烈，幾時減弱，同埋會吹去邊個方向，仲會監察龍捲風演變。喺地軸傾斜嘅情況下，地球自轉令到北半球逐漸指向太陽。隨住春天嘅發展，龍捲風活動亦逐漸北移。雖然沃爾曼知道大約去邊度揾，但係要尋找個別風暴幾時都係咁困難嘅。跟住，當隊伍揸車行咗1000里，越過6條州界線之後，雷達探測到有一個風暴，佢開始顯示出一啲相關嘅雲層活動。隊伍必須加快行動，因為龍捲風形成得快，亦都消失得快。我哋見到嘅係一個好猛烈嘅旋風，紫色呢度係表示有時速150里嘅風吹向雷達。另外，我哋仲可以睇到呢度下面有個旋風，同吹向我哋呢個係有關聯嘅。喺中西部嘅上空，呢個雷暴而家已經遇到急流，令到佢開始旋轉。風暴變成旋轉氣流，呢種氣流稱為超大包。我哋而家接到一個超大包，佢可能會形成細小同短暫嘅龍捲風。前面嗰一大片黑色地區就係核心，基本上我哋係會穿過呢個核心，睇下有冇有趣嘅嘢。係啊，我哋而家已經進入咗呢個旋風嘅中心啦。當旋轉嘅氣流接觸到地面，就形成龍捲風。而喺龍捲風嘅旋轉核心係極度低壓嘅低氣壓區，佢會將周圍嘅高壓空氣吸入去。正常情況係睇唔到呢個過程，但係龍捲風亦都吸入塵埃同碎片。見到啦，龍捲風仔喺嗰度啊！係啊，喺嗰度啊，好靚。唔好忽然間停低啊！小心，小心啲啊！一切嘅努力就係為咗呢樣嘢。喺前面1里以內有個巨型龍捲風，呢個就係當地軸傾斜最戲劇性嘅結果之一，亦係喺北半球當冬天同春天相遇而引發嘅事。好似今次咁，地軸傾斜產生咗一個達到 F3 級嘅龍捲風，佢嘅風速係可以達到每小時200里。但係龍捲風形成之後，唔夠半個鐘頭就消失咗。今年自從春天開始到而家，就已經有超過1200個龍捲風吹襲呢區。今年嘅龍捲風多過以往幾年，亦都係近幾年最惡劣嘅。有龍捲風吹襲城市，到目前為止造成超過500人死亡。如果我哋可以增加預警嘅準確性，咁樣大家可能會有足夠嘅時間逃避。地軸傾斜為北半球帶嚟春天同埋龍捲風，但係佢嘅影響並唔係只係呢一樣。由溫暖嘅空氣入侵北半球所造成嘅一種大型天氣現象，風暴有可能導致忽然間爆發暴雨，因而造成洪水泛濫。造成呢種情況係因為暴雨降落喺已經浸滿水嘅地面。季節性嘅雷暴亦都可以產生一種叫做塵暴嘅現象，就好似喺亞利桑那鳳凰城嘅呢個。呢啲大型嘅塵暴會發生喺一啲乾旱地區。當塵暴最前面嘅邊緣崩潰，就會產生一股超高速向下嘅氣流，下降嘅風會吹起一道由沙同塵埃所組成嘅牆。隨住夏天發展，由於地軸傾斜，令到北半球跟隨住地球自轉而指向太陽，為正在變暖嘅土地帶嚟更加多太陽能。因為咁就產生出
地球上邊最大型嘅天氣現象。海洋學家切斯基嚟到印度南岸嘅卡拉拉邦，佢係為咗觀看季風嘅開始。我哋而家係喺岸邊，而印度大陸就喺我哋嘅後邊，海洋就喺南邊，季風就喺呢度開始嘅。係陸地同海洋兩者嘅差異推動季風。由於太陽照射呢個地區，尤其係喺呢一個季節，太陽差唔多係直線射落嚟嘅，所以陸地係好快就會變熱，而海洋變暖嘅速度就會慢得多。你睇下呢度啲沙，喺上面嗰啲俾太陽曬到好熱，如果你滑落去，唔需要滑好深㗎。即使只係挖少少，啲沙已經係涼㗎啦。而喺上面呢一層係好熱嘅，所以你都見到，只係上邊好薄嘅一層俾太陽曬熱咗。咁即係話，所有被吸收嘅太陽能都係傳入薄薄嘅呢一層，令佢好快變熱。所以太陽迅速令陸地變熱，但係海洋就唔係。喺呢度，印度洋比起岸上嘅陸地清涼好多。原因就係海洋需要比陸地多好多太陽能，至會變暖。海水係比較涼，因為要令海洋變暖，係唔可以只係曬熱上面一層。每當有風吹過海洋表面嗰陣，就會令到海水產生吞流，將海水混和。所以海面嘅水一變暖，就會同下邊嘅海水混合啦。當進入夏天之後，陸地好迅速咁變暖，但係海洋變暖嘅速度就遠遠落後。而家陸地上面嘅空氣比海洋上面嘅空氣熱好多。當比較暖嘅空氣喺印度次大陸上升之後，下面就會形成真空，於是由海洋吸入一啲較涼同密度較高嘅空氣。由於印度嘅特殊地理環境，呢個過程規模極巨大。佢係個三角形半島，既有酷熱嘅大平原，亦都有條好長嘅海岸線。呢個組合就令到較涼嘅海洋空氣強勁同持續咁吹向陸地，佢哋被稱為季風。季風令人最印象深刻嘅並唔係風，而係雨。喺我哋頭上邊有好巨型嘅黑雲。佢已經有15里高，直插入對流層，而且第一滴雨水已經落咗落嚟啦。當太陽照射住海洋，有啲海水會蒸發，水汽被帶到上去大氣層，形成巨型嘅雨雲。為咗捕捉呢個過程，切斯基裝設咗一系列慢速攝影機。季風將呢啲帶有大量水分嘅濕雲吹過陸地，為呢啲地區帶嚟咗暴雨。喺印度呢度有80%雨水都係嚟自季節性暴雨。呢啲就係季風，呢啲雨水就係過去嗰幾日由於酷熱喺海洋被蒸發上去天空，然後被帶到內陸，而家就落喺我嘅身上。呢度嘅雨點係非常之大粒，你可以睇到佢哋打落啲沙度造成嘅粒痕。原因係喺呢一種溫暖嘅條件，小水滴喺雲上面會結合變成大水滴，小嘅水滴會留喺雲入面，被帶到更高嘅高度，所以落嚟嘅都係一啲大嘅水滴。無論係對於整個次大陸，又抑或係居住喺呢度超過10億嘅人口，季風的確係非常之重要。對位於印度西北角拉賈斯坦邦嘅城市烏代布爾就更加係唔可以缺少。雖然卡拉拉邦喺5月已經出現咗季風，但係維持生命嘅季風雨水就要到7月中至嚟到呢度，有時甚至完全唔會嚟到。
由於每年一度降雨係咁重要，第72代土幫主揾人建造咗一座貴豐宮殿。由貴豐宮殿可以睇到雲層嘅全景，而雲層預示貴豐嘅開始。而家貴豐對呢度仍然好重要，作為第72代土幫主嘅後人，亦都好了解呢個狀況。貴豐對我哋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每個人都要依賴水，而佢對農民嘅影響就更加大。我哋呢區一切都靠晒佢，農作物、旅遊同生活，所以佢係好重要嘅。貴豐嘅每滴雨水對呢度都好重要。佢嘅祖先唔單止建造咗一個觀察雲層嘅平台，跟住仲建造咗一系列嘅人工湖，用嚟收集同埋儲存起珍貴嘅貴豐雨水。因為當地軸向翻另一邊傾斜，就會有好多個月好乾旱，一滴雨水都冇。我哋非常好彩，有個好有遠見嘅祖先，佢喺呢度周圍建造咗好多人工湖，幫呢度嘅人儲咗好多水，直到今時今日仍然可以保證居民嘅幸福。貴豐並唔係印度獨有嘅，同樣嘅貴豐雨亦都會出現喺非洲、亞洲、澳洲，甚至北美都有。全部都係由於地球唔同嘅地區指向或者偏離太陽，令到地球表面嘅加熱情況隨住季節而變化。當西亞喺幾十億年前同地球發生撞擊嗰陣，賦予我哋季節，為地球上邊一啲最壯觀嘅現象預先鋪好路。但係故事並未就此結束。呢度係埃及嘅撒哈拉沙漠，佢既酷熱又乾燥，但係佢唔係一向都係咁。喺呢片冇生命嘅地域，隱藏住一啲證據，證明地軸傾斜係可以影響到氣候，同時亦可以改變地形。佢甚至可以改變人類嘅歷史進程。地理學家同埋古氣候學家德雷克深入撒哈拉沙漠，準備去到利比亞嘅邊境附近，研究撒哈拉嘅環境係幾時、點解同點樣改變嘅。行咗3日之後，地形就開始逐漸咁改變，沙丘消失咗，開始見到一啲山同深谷。佢哋所到達嘅地方係一個巨型嘅石灰岩高原，叫做大屏障。喺呢一大片荒野入邊，隱藏咗一啲同沙漠過去有關嘅線索。呢度叫做野獸洞穴，係喺2002年被發現嘅。佢俾我哋睇到一個極之唔同嘅撒哈拉。係一幅好精彩，有人類同埋動物嘅圖畫。睇下呢一排，睇落好似係羚羊，呢隻好似係奔跑緊。呢度有一隻都幾清楚，係隻長頸鹿。仲有呢邊呢隻睇嚟係大角野綿羊，又大又彎嘅角。呢度有隻山羊。真係好有趣，因為以我所知，山羊係大概6、7千年前引入嚟撒哈拉嘅，所以提示咗呢幅壁畫嘅年代。喺山洞入邊嘅壁畫，歷史可以追溯到比金字塔仲要早3000年，而佢哋最有啟示作用嘅係呢啲人像圖畫。
呢度好似係一排人手拉手，可能進行緊某種儀式。呢度可以見到更多人類活動嘅證據。手掌印，即係幾千年前曾經有人喺度將隻手放喺呢嚿石度，而呢個人同我差唔多高。睇下呢度啊，係一個細路。呢啲手掌印都係中等大細，顯示曾經有個族群住喺呢個而家係沙漠嘅地方。可能佢哋係想講，我曾經喺度，然後留低咗印記喺石上面。有一啲人類活動顯示咗有水嘅存在，就好似呢度呢啲畫像咁。呢一啲人相信係游緊水，仲有好多一直嚟到呢度都係最好嘅例子。睇下，所以呢度有嘅係一啲草原動物，亦都有人類活動，有啲仲喺度游緊水添，證明有一大群人曾經喺度長時間生活，亦即係話喺嗰段時間呢度係應該有水嘅。係咁，維持啲人同動物生命嘅水係由邊度嚟嘅呢？雅迪巴克特谷離開呢度只係1日嘅路程。喺呢度有啲線索可能會幫助我哋解開呢個謎團。一層又一層嘅沉積物就係實實在在見證氣候嘅歷史記錄，佢哋揭示咗驚人嘅事實。呢度有一層層唔同嘅沉積物，喺底呢度有啲沙，呢啲沙同今日見到嘅嗰啲係一樣嘅，顯示出乾燥嘅環境吹到沙周圍飛，然後沉積喺表面，跟住上面係比較深色啲嘅，係啲灰色嘅泥土。呢啲泥土證明咗有河流，曾經有河流流過呢個山谷，留低咗呢一啲沉積物。嗱，呢啲就係季風嘅證據。呢度有季節性濕、季節性乾、季節性濕、季節性乾，有一啲時間係比較長，曾經有好強嘅季風，有啲時間比較短，可能係1年1度嘅乾同濕交替。我哋知係咩年代，因為用咗放射性碳測定年代。喺下邊嘅沉積物可以追溯到1萬年前，而喺上邊嘅沉積物就追溯到5800年前。即係撒哈拉呢個現今世界最乾旱嘅地方，俾季風吹襲過4500年咁耐。 4500年嘅季風雨曾經令到呢度形成咗一個湖，所以有人游水並唔係冇可能。喺我哋面前曾經係一個好大嘅湖，呢啲係湖嘅沉積物，可以見到佢哋覆蓋咗山谷大部分地方。仲可以見到佢哋係一直伸延去到山谷嘅另一邊，所以呢個係個好大嘅湖。呢一度曾經有散佈樹木嘅草地，圍繞住湖邊係一啲濕地沼澤。喺湖入邊係有河馬同埋鱷魚，而喺平原上面就有羚羊同埋牛羚喺度奔跑。雖然只係一個普通嘅大草原，但係就覆蓋晒成個撒哈拉。德雷克嘅研究顯示，喺以前曾經有古代嘅非洲季風喺撒哈拉形成好多縱橫交錯嘅河流同埋湖泊。呢啲水道有啲甚至有裏海咁大，養活咗大群動物同埋人類。但係乜嘢將季風雨帶嚟撒哈拉嘅呢？更重要嘅係乜嘢令到佢停止呢？答案係同太陽有關。同今日嘅印度季風一樣，撒哈拉喺夏天變熱，形成一個巨型嘅熱發動機，吸入海洋嘅濕空氣，形成雨水，再喺大陸降翻落嚟。亦同印度季風一樣，越熱咁效果就會越強。所以喺綠色撒哈拉嘅時期，溫度一定比而家更加熱，以致推動季風系統進入沙漠。科學家將呢啲較高嘅溫度同地軸傾斜角度聯繫起嚟，
現時地軸嘅傾斜角度係23.4度，但係呢個傾斜角度係會以41000年為周期，喺22度至24.5度之間變化。喺綠色撒哈拉時期，地軸嘅傾斜角度接近最高嘅24.5度，似乎只係好少變化。但係當加上傾斜方向同軌道形狀嘅周期變化，結果就係太陽對北半球嘅照射係比而家更加猛烈，咁為撒哈拉季風提供咗能量。跟住喺5500年前進行咗一次周期改變，傾斜嘅角度減少咗，減到比較接近而家嘅角度。撒哈拉季風停止咗，唔使幾耐，水同植物亦都開始消失，從此呢個綠色大草原就變成今日咁樣，係全球最大嘅沙漠之一。最近嘅研究顯示，撒哈拉嘅季風極可能對人類文明有更重大嘅影響。古老嘅湖沉積物顯示，喺撒哈拉嘅歷史入面，有過另一個潮濕嘅階段，就喺12萬年前。呢個綠色撒哈拉時期就更加有趣，因為可能係佢令到人類祖先遷離非洲嘅。現代人係20萬年前喺非洲開始進化，但係佢哋係點樣越過難以穿越嘅撒哈拉離開非洲，一直都係個謎。12萬年前嘅綠色撒哈拉可能為我哋提供到答案。係第一次揾到證據，證明現代人越過撒哈拉到達地中海海岸，可以推斷喺當時呢啲人已經越過咗撒哈拉啦。而只要出到撒哈拉，去到地中海海岸就一切都好簡單，只要穿過黎凡特就可以去到歐洲。而佢哋喺5萬年前就係咁樣做。令人難以置信嘅係，地軸傾斜度只係改變咗少少，可能就引致咗人類歷史其中一個最基本活動——人類祖先遷離非洲。同樣難以置信嘅係，地球不斷改變傾斜度，會令撒哈拉將來再度變成綠色。不過最少要再等15000年。每隔若干年嘅季節性週期，就好似地球嘅心跳，佢哋賦予地球獨特個性，有不同氣候同棲息地，甚至為地球提供咗大量動植物嘅品種。古人認為係由於神秘力量或者神嘅意志，所以唔怪得佢哋要慶祝一年之中呢啲重要時刻，好似係每一年都會有2次嘅晝夜平分日，標誌住夏天同冬天嘅分隔。另外仲有冬至同埋夏至，即係白晝最短同埋最長嘅日子。6月21日係北半球白晝最長嘅一日，亦都叫做夏至。呢度係古城亞斯旺附近嘅科昂波神殿。無拜太陽嘅埃及人可以喺呢座瑰麗堂皇嘅神廟入邊慶祝神嘅最美好時刻。由於神廟所處嘅位置，正正就係觀看節日各種現象最重要嘅地方之一。中午，太陽喺頭頂正上方，陽光射入呢個井，令到佢變成理想嘅採光井。如果由亞斯旺跟住一條同赤道平行嘅線環繞地球一圈，咁樣就會係中午太陽喺北半球可以直射到距離赤道最遠嘅位置。呢條係北回歸線，由於地球嘅地軸係傾斜咗23.4度，所以北回歸線亦都喺赤道上方嘅23.4度。而另一個重要日子夏至，亦都規定咗另一個緯度，
當北半球指向太陽嘅時候，令我哋了解自己嘅信念同自己喺宇宙嘅位置。佢為我哋帶嚟可怕嘅風暴，犀利啊！但係又會降下仁慈嘅季節性雨水。佢推動咗地球上千變萬化嘅生命，甚至人類嘅興盛都係因為佢嘅存在。雖然佢曾經被視為極之神秘，同埋係難以理解，但係原來只係因為地軸傾斜咁簡單。